我個名叫做鍾祈殷，顧名思義，祈意恩典。喺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其實我係一個棄嬰。我入住兒童之家嘅時候呢，我係 BB 仔。鍾善貞姑娘，你哋所講嘅姨媽呢，就係我嘅養母。咁已經係過咗差唔多，而家係講緊係60年嘅時間。多謝兒童之家所俾我嘅，就係佢俾我能夠係認識主耶穌，成為我生命嘅救主。我記得我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，我唔明白我嘅出生係咁倒霉呢。一出世就我就係一個棄嬰，冇父母，連我嘅爸爸媽媽叫咩名我都唔知道。我嘅出世紙呢，係高等法院批俾我嘅，但係好奇妙，喺一晚嘅晚上，我同天父嚟到傾偈嘅時候，神俾咗我一節嘅聖經，嗰節聖經就係喺以賽亞書49章第15節嗰度講到，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女，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看啊，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，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。當我接受咗呢節聖經，神俾我呢節好寶貴嘅聖經，解釋咗俾我知道，我永遠係屬於佢嘅時候，我就將我嘅生命嘅主權交翻俾上帝。我13歲就嚟到美國，同埋我媽媽一齊嚟到美國居住。鍾善貞姑娘喺2015年嘅時候，98高齡嘅時候就已經翻咗天家。我時時都冇忘記鍾姑娘所俾我嘅愛。上帝話佢嘅話語就係我腳前嘅燈，路上嘅光。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標杆直跑。我相信神一定嘅係會更多嘅祝福臨到你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